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澳洲社區快訊。喺悉尼北岸嘅 Neutral Bay， 部分居民近日指稱，街道兩旁嘅法國梧桐樹釋放粉塵與花粉，導致呼吸不適、咳嗽同過敏等問題。喺悉尼北岸 Neutral Bay 地區，近日有居民投訴街道兩旁嘅法國梧桐樹 London Plant Trees 釋放大量粉塵同花粉，導致呼吸不適、咳嗽同過敏等問題。部分居民表示，搬入新居之後長期出現呼吸道症狀，後來先發現同屋外嘅法國梧桐有關。唔少鄰居亦都出現哮喘、鼻竇炎及支氣管炎等情況。法國梧桐係上世紀初悉尼常見嘅行道樹，雖然能夠提供良好遮蔭，但樹葉表面嘅細小絨毛容易喺空氣中飄散，刺激眼、鼻、喉部。部分樹種更會釋放化學物質，喺高溫下同汽車廢氣反應，影響空氣品質。目前，一名居民已經喺網上發起請願，要求移除 Military Road 沿線部分樹木並改種本地品種。不過，北悉尼市議會回應表示，短期內全面移除並唔可行，將會逐步以更能適應氣候變化嘅樹種取代。事件引發社區對城市綠化同公共健康之間平衡嘅再度關注。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宣布投入近1800萬澳元，喺全州34個地點升級公共交通司機嘅衛生與休息設施。過去有司機因為缺乏基礎設備，被迫隨車攜帶水桶充當臨時廁所，甚至有上百名司機喺 Parramatta 共同使用一個簡易廁所長達15年。交通工會形容呢個唔單止係衛生問題，更關乎安全同尊嚴。目前喺 Parramatta Darcy Street 車站，全新嘅男女專用洗手間同休息室已經啟用，女性司機更加首次擁有獨立設施。一位女司機表示，終於唔使再忍受過去惡劣嘅環境，感覺如釋重負。州政府表示，呢項改善計劃將陸續推展至其他地區。交通廳長 John Graham 強調，喺工作中擁有尊嚴係每個人嘅基本權利。呢項升級係邁向更安全、更公平工作環境嘅重要一步。澳洲社區快訊報道最新熱話，只要到 TVB Anywhere 或者 ACE 澳華娛樂社交平台都能夠收睇得到。歡迎大家提供任何本地資訊。我哋下次再見。